來看現主是這全國6都當中呢，台南是唯一要無這個捷運的城市。目前有規劃6條線，不過攏是佇個溪南地區。有議員是認為講，這開發的是無夠平棒，偏想講安尼溪北地區敢要歸去安尼獨立好啊？市政府是回應講，會來評估這溪北地區的交通配套。透過無機畫面看到台南捷運採用高架單線系統，真有現代感。進度上緊的第一期南線，北平對台鐵大橋站開始，順升到台一線，一直到東區文化中心。這條代表台南交通第一條的路線，按算今年底動工，2023年完工。不過這北交通難度，看佇溪北鄉親的眼內，攏好到溪南，無照顧到因，互因真怨嘆。增加熱鬧度跟小朋友也比較方便。年輕人可能有機會再多回來這邊，知道台南市區它就是會塞車，所以如果說有捷運的話，是不是我們這邊當然就可以縮短我們的那個車程？台南市6都當中唯一無捷運的城市，市府目前規劃6條路線，總經費愛3528億。日前議會審查立線案的時陣，溪北的議員攏壓起來，罵講溪北人口40多萬人，捷運線是無半條來遮，感覺資源分配無公平，掛孤一邊。面對議員的批評，交通局回應會佇中長期的計劃當中擱做評估。愈來愈稀微，變成悲情的城市，阮較上會開，人口數反映的上少嘛1條。含一條規個都無，難道阮愛犧牲嗎？西北的捷運路線屬長期的一個路線範疇，將配合本市捷運進程，適時的進行相關規劃作業。學者指出，雖然溪北有40多萬人，不過愛先看這個徛街敢有線時，安尼就無法度結市，形成一條捷運的路線。伊建議即擺愛先靠公車甲 U-Bike 用車班甲巴來培養鄉親者公共運輸的關係，等運量有出來，安尼去捷運才會好。使用養成這種量去使用公共運輸系統，那未來如果量在成長的時候，就捷運的一些可能性就出來了。這位民代提出，溪北地區上少規劃一條捷運，鐵路高架化加公車捷運化，定訴求愛放入去定期會討論。在市府答應甲訴求納入評估了後，捷運立線可行性案才順利通過。台南捷運要安怎照顧南北兩邊的訴求，這是市府未來真大責任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